亲爱的小姐平安，咱礼拜要开始。诗篇100篇，俄勒的诗安尼讲：全地着耶和华出欢喜的声，恁着欢喜的心服侍耶和华，唱歌来到伊的面前。恁着知耶和华是上帝，咱是伊创造的，咱也是伊的，咱是伊的百姓，也是伊草场的羊。就用感谢入伊的门，用俄勒入伊的院，就感谢伊，俄勒伊的名，因为耶和华是好，伊的慈爱到永远，伊的信实到万世代。咱做伙来唱，伊互我欢喜。我要欢喜，因是进入伊的门；我要欢乐，进入伊的殿；我要欢喜，思想欢乐伊的名。感谢伊听通大无比，伊互我欢喜，伊互我应是，我要感谢伊来应是，伊互我欢喜，伊互我应是，我乐伊听通大无比。咱唱歌来到上帝面前，因为咱是伊的百姓。这时嘛要邀请咱兄弟姊妹，咱做伙起立，咱要三甲来请安，因为咱拢是兄弟姊妹。伫上帝的国内底。真欢喜，过一礼拜，咱都会当伫教会内底相见面，三甲请安。这是真感谢主的代志。上帝讲，咱着爱欢喜，吟诗入伊的门，用俄勒入伊的殿。欢喜吟诗进入伊的门，我要欢乐进入伊的殿。我要欢喜思想欢乐伊的名，感谢伊听通大无比。伊互我欢喜，伊互我应是，我要感谢欢喜来应是。伊互我欢喜，伊互我应是，我乐伊听通大无比。我要欢喜应是进入伊的门，我要欢乐进入伊的殿。我要欢喜思想欢乐伊的名。感谢伊听通大无比，伊互我欢喜，伊互我应是，我要感谢欢喜来应是，伊互我欢喜，伊互我应是，我乐伊听通大无比，伊互我欢喜，伊互我应是，我要感谢来应是。伊互我欢喜，伊互我应是，我乐伊听通大无比。请坐。每一个礼拜，咱来到礼拜堂，咱拢会当对教导的手中摕到酒报。安尼我要问讲，每一个礼拜，咱来到礼拜堂，来到上帝面前，咱敢有对上帝遐摕到邀请函，还是立约书？其实上帝一直咧邀请咱，一直要甲咱利用。伊讲，咱要诚做伊的百姓，伊要诚做咱的上帝，所以咱着欢喜吟诗进入伊的门，着欢喜吟诗进入伊的殿，着欢喜出声学落伊的名。这首诗歌讲：主啊，我深知我属你，我心爱你，我要信靠你，我要尽本分来荣耀你。咱一边唱，一边来思考这个代志。主啊，我心爱你。主啊，我心爱你，亲在我手里，世界所有快乐，我愿意放弃。有主掌我心肝底，我
全顺乎你，我要完全靠你，只不分荣耀你。主啊，我心爱你，尽在我手里。世界所有快乐，我愿意奉你。求主将我心强的完全属乎你，我要完全靠你，只不分荣主啊，我心爱你，亲在我手里。主啊，我心爱你，尽在我手世界所有快乐，我愿意放弃。世界所有快乐，我愿意求主将我学习谦卑，完全顺服你。求主将我心谦卑，完全属我要完全靠你，尽本分荣耀你。我要完全靠你，尽本分荣耀你。是，恳求主帮助我学习谦卑，而且会当完全顺服，因为你是我的上帝，我是你的百姓，你是我的主，是我的母妈，是我的坚固的石盘甲溃烂。我要向你切切来恳求，求你做我一生的救主。你是我的神，你是我的王，是我的管带甲顶拜。我的心要靠无你，愿诚心向你跪落来敬拜。咱做伙来唱，我只仰望你。你是我主，我的恩吧，正做我坚固石盘甲溃烂。我要向你切切恳求，来做我一生的救主。你是我的心，你是我的王，你是我管带甲顶拜。我的心渴慕，要互你欢喜，我相信向你跪落敬拜。你是我主。我坚固石盘甲溃烂，我要向你切切恳求，来做我一生的救主。你是我的心，你是我的王，你是我管带甲顶拜。我的心渴慕，要互你欢喜，我相信向你跪落敬拜。最后，要用这首诗歌，真做咱诚心的祈祷。你是我主，我的恩吧，才做我坚固石盘甲溃烂。我要向
的心，你是我的好，你是我关怀甲敬拜。我的心靠无，要互你欢喜，我相信向你归了敬拜。你是我的心，你是我的好，你是我关怀甲敬拜。我的心靠无，要互你欢喜，我相信向你归了敬拜。我的心靠无，要互你欢喜，我相信向你归了敬拜。各位兄弟，这个时阵咱三角来起立。因为今仔日是咱的主的圣日，恁毋通忧闷，因为对耶和华得到的喜乐是恁的能力。这个时阵，咱犹原徛地，咱三角来坐念使徒圣经。使徒圣经，我信上帝。全能的爸，创造天地主宰，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的囝，咱的主，伊对圣神投胎，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，伫本州必来岛人来受苦，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，第三日对死人中搁活，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屏，伊要对遐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。我信圣神，我信圣公堂的教会，圣道的相通，罪赦免，肉体搁活，永远的活命。阿门。这是咱犹原徛地，咱三角同心，咱来向咱的上帝来祈祷。全能搁有慈悲怜悯的上帝，阮感谢你保护。因带阮各人入伫你的圣会来敬拜阿拉，真做你的囝甲查某囝，伫基督的内面亲近你。这个时阵，阮恳求你赦免阮的过失，提起阮的失败、忧闷、无力感、操烦、病痛。恳求你用你的神，用你的性命充满伫阮的内面，互阮有平安。搁伫你的内面有重新徛起来的气力。通服侍你，祝福人。阮确信你的恩典要教也阮用。阮感谢你过去60年久一路因带永福教会，供应阮，互阮今仔日伫即个圣会内面，伫即栋大楼内面，伫即个中华地区，成做一个地标。打了后，未来求你显明你的旨意，带领教会全体。行往你所为阮备办的道路，伫社区、伫中华地区、伫你的国度内面，继续为你来做工，成做即世代的祝福甲帮赞。当这个时阵，阮特别将阮的国家来放伫上帝你的面前，求你怜悯阮，看顾阮，互台湾有公义、有健康和谐的社会，互阮的国家、互阮的台湾勇壮起来。刚强起来，成做一个有幸福、独立的国家。未来伫你的掌权的下面，阮会当来选出合你心意的总统，阁继续带领国家来向前。这个时阵，阮也特别将香港所遭受的一切来交托伫你的圣手，恳求你来压榨保护，互香港会当得到保全，享受到迄个自由甲人权。阮今仔日的盛会。阮的敬拜学乐对头到尾，恭敬来摆伫你上帝的面前，恳求你对头到尾，甲阮同在，
阮安尼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恳求，阿门。主听阮祈祷，主听阮祈祷，主听阮祈祷，受主阮平安。这时阵，兄弟咱请坐。下面咱要来三角来交托启应文，启应文第10篇，启应文第10篇。我来启，请咱大家来印。启应文第10篇。上主是我的光，我的拯救。上主是我性命的保障。虽然歹人攻击我，对敌吞食我；虽然大军战营包围；虽然对敌发动战争，我对上主求一项代志，互我一世人踮伫上主的厝。我拄着患难的时，伊会甲我藏伫布边内，伊会甲我藏伫石盘顶，我要伫伊的布边欢喜献祭。上主啊，我求叫的声求你听。你对我讲，上主啊，我来朝见你，求你毋通受去赶你的奴仆，拯救我的上帝啊！我的爸母若气杀我，上主啊，求你指示我应该行的路。毋通照对敌的心愿，甲我交互因。我深信一项事，着信靠上主。一声，着信靠上主。下面咱三角来强守上帝的话。上帝的话是记载伫《申命记》29章，咱要为第1节看到第13节。《申命记》29章第1节，咱要看到第13节。《申命记》29章第1节，遐个是耶和华伫摩押地命令摩西甲以色列人立约的话，是以伫何烈甲因所立的约以外的。第2节，摩西调以色列众人来，甲因讲：耶和华伫埃及地，伫恁的目睭前，对法老甲伊的众人神，以及伊全地所行一切事，恁拢有看见。就是你亲目看见的大试验、甲神迹、甲遐的大奇事，总是到今仔日，耶和华也袂互恁画晓悟的心，画看见的目睭，画听见的耳孔。我带恁伫旷野40年，恁身躯的衫无破，骹年的鞋也无破，恁无食饼，也无啉清酒高酒。这是要互恁知，我就是耶和华你的上帝。恁到即所在，是本王西王、巴珊王恶出来甲咱交战，咱就攻击因，取因的地，互流便的支派、迦得的支派、甲玛拿西半支派作业。所以恁着即首来行即个约的话，通互恁伫一切所行的事行通。今仔日恁众人、恁的首领、恁的支派、恁的长老、恁的官长、以色列的查甫丁、恁的囝儿、
恁的某，甲恁营内的出外人，对恁破财的到恁抢水的，拢徛伫耶和华你上帝的面前，互你入耶和华你上帝的约，也入伫耶和华你上帝今仔日甲恁所咒詛的，互伊照伊所捌对恁讲的，佮对照伊对你的列祖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所咒詛的，今仔日设立你做伊的百姓，伊做你的上帝。以上下面咱三角来坐念今仔日的金句，《申命记》29章13节的下半段。这是咱三角来坐念。今仔日设立你做伊的百姓，伊做你的上帝。华语咱嘛来读一遍。今日立你做他的子民，他做你的上帝。感谢上帝，伊做咱的上帝。下面学了咱要来请圣歌队，因要学了的是着学了圣杯。因学了煞讲道，今仔日咱的小团队要甲咱分享，甲上帝立约是上尊贵的身份，甲上帝立约上尊贵的身份。今天兄弟姊妹大家平安。咱要讲道之前，咱同齐来祈祷。亲爱的天父，你是守约、讲话信实的上帝。
你讲既若接待你，佮信你的人，你要赐互因权柄，做你的囝儿。阮是何等有福气！只要相信，就当成做囝儿的身份。这是何等尊贵的身份！当阮也是罪人的时阵，你用你的囝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这世间，用你的宝血牺牲活命，为着要拯救阮脱离罪的捆绑。这份疼是要用同罪赎回阮的，阮是何等的福气！多谢你安尼来疼阮。今仔日来到圣殿的面头前，阮要恭恭敬敬敬拜你，求你拍开阮的心，清去阮的心思意念，单单甲你相拄。求你用你的话来指示阮，互阮一世人遵行你的旨意。安尼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阿门。我今仔日要用甲上帝立约上尊贵的身份这个主题要甲咱分享。我印象中间，伫我细汉，阮爸爸即摆已经92岁。阮爸爸是一个真慈祥，虽然伊是一个农夫，毋过伊真绅士，讲话嘛真文雅。我毋捌看伊咧受气，我敢若捌看伊受气2摆。迄2摆，其实我每一摆甲伊相拄的时阵，伊拢是迄个态度是真慈颜善目吼，慈祥的面吼，我的印象就是安尼吼。伊是我足敬疼的，毋过我捌看过伊受气。有一摆我着吵，伊要去成人的祈祷会吼，大人的祈祷会。我会记我迄阵足细汉的吼。我拢大概拢是阮爸爸去教会，我拢会去缀阮爸爸，拢坐阮爸爸的铁马，着要去教会，着缀去安尼。所以我是足爱坐阮爸爸的铁马吼，我到尾对迄个铁马佫足怀念的吼。我拢会抱伫，我拢会甲阮爸抱咧安尼吼，着阮爸载去安尼。迄摆吼，阴暗时迄祈祷会我嘛要去，我嘛缀要去。阮爸爸讲：这毋是你会当去的吼，这你去遐会甲人吵着。所以你袂当去，我嘛一直吵，就是要去，就是要去。阮爸爸气一个吼，怎甲我拍尻川啦吼？第一次互拍屁股，其实迄个屁股应该是袂疼，毋过哭甲安尼，因为我一世人拢毋捌去互拍过，第一届去互拍，我哭甲要死啊！我知影讲原来有当时阮爸爸嘛会生气，无我以前我拢感觉阮爸爸袂生气，因为阮爸爸甲妈妈嘛无咧冤家吼。伫我细汉的印象中间，真罕咧咧冤家吼，无啥看到咧冤家吼。所以要讲冤家是毋知我，所以阮爸爸甲我拍迄届，我就感觉我足伤心的。哪有安尼甲我拍吼？我佫看阮爸爸一届，佫咧生气，就是阮哥哥拢咧高分教，以前读中中，拢甲咧高分教，迄叫赛哥啦吼。我逐工高分教，阮兜一个分教的迄个啥？分教条，就是讲伊的厝，就足大间的安尼吼，就逐工伊若下课，伊就去高分教安尼吼，赛哥拢有名，伊嘛有钱转来安尼啦吼，就放出足几啊万公里，佫佫转来安尼吼。阮爸爸看一个吼，气一个吼，怎甲迄个分教条吼，怎甲伊弄掉？我第一届、第二摆看阮爸爸生气，气甲要死啊！我才知讲阮爸爸是知影讲对的时阵吼，会互阮疼阮；毋过阮毋对的时阵会甲阮修理吼。所以这是阮两届真大的印象吼。阮爸爸甲阮有一个约定，虽然毋是用写的，毋过伊就是用讲的，也是讲用阮大家拢知，阮遮囡仔拢知。所以伊讲吼，恁囡仔，恁做囡仔，你就是爱读册吼。因为阮爸爸伊感觉伊受的教育无够，伊就是望遮个囡仔会当读册。厝呢吼，家庭的代志拢爱帮忙。要去田里爱去，阮若去田里爱斗创啥，恁嘛是爱去田里斗。所以暑假的中间，也是讲寒假的中间，阮拢会去田里做工课，吼，无论是挽草，还是阮有做啥物做种芭乐啥，反正拢是爱斗做着着。伫迄个中间吼，我就是爱做家事吼，就是讲家事，因为阮兜有三个哥哥，我是
我是长女，所以阮妈妈拢会叫我做家事吼。所以我感觉讲吼，自细汉就是安尼，爸爸妈妈安尼甲阮训练啦吼，啊，逐项拢总爱做。啊，伊规定每一工阴暗时啊7点半，就是大家拢爱坐做伙，啊，大家拢伫遐做家庭礼拜，啊，着分4步，啊，祈祷讲一祈祷安尼吼。每一礼拜日，就是一定要去教会。阮兜的囡仔无人讲无去教会，大家拢知影讲要去教会，所以无论是主日学还是青少年团课，拢毋捌咧缺席的。要考试嘛，共款爱照常去，吼啊，无迄阵遐拢无咧补习啦，吼，所以就是大家拢迄个环境，阮迄个环境的时阵就是安尼。所以阮爸爸伊嘛毋捌缺席，若是做礼拜毋捌缺席吼，除非破病无法度去安尼吼。毋过拢总我毋捌看过伊缺席过吼。所以阮爸爸拢是用伊家己做本身吼，所以伊就讲，伊上重要就是讲信仰爱传互恁，其他拢无重要，信仰爱传互恁上重要。这是阮爸爸甲阮的约定吼。今仔我嘛是要来讲即个约定啦吼。咱阮发现，阮安尼守约的时阵，我发现讲，阮兜的囡仔，大家到即仔拢总无偏离上帝的道吼。啊，家庭嘛是真和睦。啊，我想这是上大的祝福。当你若听话，听上帝话，家庭就和谐吼，和谐。所以顺服的人，听上帝的话人，就是有福气。啊，阮爸爸嘛无要互，不是互阮的囡仔受气，所以我伫阮兜的家庭中间是伫听内底，所以我感觉讲，这囡仔的教育、人格教育、信仰的教育，实在是对咱每一个人家庭拢非常的重要。啊，我嘛是安尼来遵行。阮爸爸互阮知影讲，啥物会当做，啥物袂当做，用信仰做基础，知影讲，即个规则、即个法定是啥物。咱今仔日咱嘛要来看，咱即个讲即个约，今仔日的主题就是要讲甲上帝立约。吼，啊，上帝甲咱人立约，咱今仔要来讲即个约，即个约是一个契约，吼。虽然阮爸爸迄个时阵伊无讲用写的甲写起来，吼，啊，毋过伫圣经内底，即个遮的，就是摩西伊开始伊咧甲遮以色列人，吼，即个以色列人拢是第2代啦，吼，伊咧甲遮人搁再一摆甲提醒，因为伫申命记的时阵已经是。过去的约拢已经有讲过啊，啊，过来即摆过来开始讲，即个约是咧讲迄个互相的关系，革命的关系，一个保证的关系，这是一个保障，吼，嘛是一个誓约，吼。咱人甲人中间嘛有真侪约，无论是婚姻的约，兄弟姊妹的约，朋友情的约，真侪约，吼。啊，人甲上帝中间嘛是有约，即个约嘛是有迄个友谊的约。嘛有是圣约，咱今仔要较讲的是讲即个圣的约，吼，圣的约。即个圣的约，一般来讲拢是有真奇妙的代志发生，所以伫迄个所在定即个约，吼，所以这是今仔咱真要讲的。啊，咱伫人的约中间，咱若讲你婚姻誓约，咱讲我愿意接纳某美人，嫁做我的某，还是嫁做我的翁，吼，诚实遵守上帝的诫命。啊，而且愿意同齐生活，无论什么款的状况，我拢要疼惜伊、安慰伊、尊重伊、保护伊，一直到一世人。这嘛是一个誓约，迄嘛是一个上帝面前的誓约。所以约是一个约定，有的人会遵守，有的人袂遵守。虽然阮拢知影有这个约，啊，毋过有的人毁约吼。啊，伫圣经内底讲，上帝要甲咱立约，伊讲吼，耶和华耶和华甲敬畏伊的人，伊要甲伊关系真亲，要互伊建立即个合意的关系。伊要将伊家己的约，要来指示因，要来甲因教示。这是上帝对甲咱人，伊要甲你有好的关系，有亲密的关系，伊要定即个约，甲咱立约。一般来讲，咱一般咧讲约的时阵，拢讲安那，就是爱两个安那，互相有责任。互相保证互相遵守，过来就是讲，迄个亲密的关系、信任的关系，这是一般约咱就是安尼，咱讲好，咱两个讲好，也着两定吼。一般是安尼讲吼，也是讲你甲双方，无论是对人甲人中间有真侪契约，遐个契约拢是双方面有安怎愿意嘛愿意安尼做，所以拢用文字甲写落来吼。毋过即马咧讲即个圣的约，吼，咧讲上帝要守约，吼伊讲你是我的囝，
我会听恁，恁爱听我的话，吼。我要收束恁所有的福气，拢总要互恁；所有的丰盛、所有的美好，拢总要互恁。这是上帝甲咱立的约。咱拢知影，毋过咱无一定咱会受约。有时你有感觉，当你若真好势的时阵，你有当时安那，就袂记得上帝的存在，就离伊远远。都有当时就因为安尼来改变。所以，若讲啉即个药的时阵，你会发现讲，其实无啥平等吼。上帝是守约的上帝，讲话实实的上帝。毋过安那，咱有时，咱会安那，偏行家己的路吼。所以有时咱就会毁约吼。今仔日咱要讲即个约的时阵，其实上帝甲咱人立约，拢总有8个约吼。其实讲起来是7个约尔吼。咱今日要讲的这个主题吼，是主要是对摩西的约，其实这是摩西的约啦吼。甲摩押的约，所以是摩西的约，伊搁甲对摩押的所在，今仔日讲的是这个摩押的所在，伊搁甲一解，搁来提起这个摩西的约，要搁甲一解来讲伊要甲咱命定的这个约安怎约吼。所以这个约吼是。咱知影讲摩西行到这个摩押的时阵，其实这个所在已经是吼，伊过去遮个查甫的摩西，以前所带领的遮个查甫的20岁以上的遮拢总已经战死啊。剩的遮拢是伊自细汉的时阵看到爸母伫遐咧甲人相战的时阵，知影讲上摩西是因安怎带以色列出埃及这个所在，所以这个约其实是。摩西约的赴约啦，吼，伊搁再一摆来提醒，搁再一摆要来宣告这个诫命叫恁来守这个约。所以这个约是足重要，伊足惊这以色列人安怎去毁约吼，所以伊就搁来提醒。所以伊就是爱讲，恁爱遵守上帝的律法咯，恁袂当偏离上帝的心哦，恁爱行伫这个诫命内底哦。我要甲你立这个约，就是讲我要爱你。你甲我的关系是囝儿的关系哦，你是我的百姓，你是我的囝，所以我就是要安怎将我所有福气拢要互恁。我会照我的约来行，上帝讲我会照我的约来行，我就是要甲你立这个约，知影我一世人就是要安尼甲你听，所以这是这是上帝要甲咱立约伊要互咱有一个保证，这是上帝对咱的保证。咱咧看即个摩押，就是即个所在啦，伫沿海正边即个所在，是咱今仔要讲即个摩押的约啦，摩西伊伫甲第2代即个以色列人，都是安尼讲，我过去我是安怎对出埃及迄个所在，我带你一直要进入迦南地，即个过程，咱有经过真侪苦楚，伫即个旷野所在有真侪苦楚，毋过上帝犹原怜悯照顾疼惜，咧帮助恁。才有拄着足侪的过程，无论是实在，是伫迄个所在无物件通食的，互因食玛纳，搁互因食即个烟吞，即个过程中间拢是有足侪奇事伫迄个所在，所以恁爱知影，上帝咧真疼恁，所以摩西就是要安尼甲因讲，所以恁爱知影讲，摩西以前，上帝以前遐尼疼恁，恁一定爱记哩遮个代志，毋过安怎？哇！遮个人，上帝讲，摩西感觉讲，遮个人奇怪，恁若安尼吼，敢若心敢若拢无啥知影吼，看无啥清楚，听也听无清楚，感觉恁的心拢怎模糊无明吼。所以上帝惊遮个奇事，其实恁拢知影，毋过恁敢若心肝内拢安尼模糊无明，看袂着上帝的作为，看袂上着伊咧迄个疼的。甲你的生活的需要，伊拢甲你补助，毋过你敢若嘛拢无感觉，所以摩西真烦恼。上帝这恩典遮尔大，遮尔疼，是安怎？大家拢还无啥清楚，所以伊就真着急一直要甲即个约讲好势所以伊佫开始讲，恁伫旷野的时阵恁40冬恁身躯咧穿遮个衫拢总无破，恁。所以你行即个鞋也犹原拢无穿无歹恁无，所以我是安尼甲恁照顾安尼疼惜恁，互恁安怎行穿用拢总无欠缺。恁要食的时阵，恁检查恁无伫
以前伫埃及的时阵，无啥食，遮的饼、遮的清酒，遮拢总无啥食，拢无啥食。毋过安怎，我有想诉恁，恁会当食吗哪，恁会食烟吞，恁拢食其他，恁有需要的、需欠缺，我拢总互恁用。哦，所以伊一直甲咱讲，你所需要的，我拢知；你所需要，我拢会补足。伊嘛要甲你讲，除了安尼了以后哦，恁吼来到即个所在。恁的对敌就是即个西施版的西红，搁一个巴山王即个恶，即两个，因拢会安那，因遮是足强大的一个对敌，因嘛是真伫迄个所在真有权势，真有地位，真强的军队。啊，毋过安怎，遮个人，我拢交代伫你的面头前，安怎，将来遮个人拢要败伫恁的手中，我就是要将伊交伫你的手中，后盖。你要去的所在，我拢会赏赐遮土地、遮产业互你。所以这拢是摩西对以色列人，你甲因讲，耶稣是上帝是遮尔疼恁，伊的疼是真无限的，伊的对敌永远甲你拍败，会交伫你的手，啊，你会当去迄个所在住伊的所在。好，后盖恁要住的所在，就是即个迦南的所在，恁能去住。所以到尾伊就安怎？流便的所在、迦得的所在、甲玛拿西遮的所在，拢总互因做因的产业，吼，伊的土地拢总互因用吼。所以上帝伊讲，伊的应允是讲，你若守约，你过来的年日，你所行的每项代志拢总万事亨通。所以你若守约，你就受祝福；啊，你若无守约，会可能就是违背，就受咒诅，吼，就是安尼嘛吼。啊，伊佫甲因讲哦。伊今仔受立即个约，毋是干那即个以色列人，佮遐野外的人，哦，遐讲甲因为着因破查，又跟打水的遮个人，遮个人犹原甲因立约，嘛是咧甲咱讲，过去伫遐立约，即个时阵到咱即个世界，伊嘛是甲咱立约。伊讲恁拢爱徛伫耶和华面前来立即个约，恁爱顺趁耶和华，恁爱顺趁上帝。恁爱顺趁，即个顺趁对咱每一个人来讲，拢毋是遐尼简单，因为咱拢有真侪家己的自由、家己的选择、家己的想法、家己的意见，所以你要顺趁即项代志，你的身体、你的心灵，拢不是咧替你讲，拢会讲话。所以你要顺趁的时阵，有当时你的肉体，敢若是咧即边行，毋过上帝讲，毋是你爱即边行，毋过有当时你讲。体贴咱的肉体的软件，所以你着无听上帝的话，着家己行。所以上帝讲，你爱顺趁，你爱顺趁。所以摩西一直安尼甲伊交代讲，你爱顺趁，上帝要甲你立这个约，你爱顺趁上帝。上帝的话你爱知，所以我甲恁定这个约真重要。对过去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一直开始，一直到即马哦吼。我拢要你成做我的囝，我是你的上帝，我是你的上帝。哇，这个关系偌亲，爸仔囝的关系呢？这是一个足重要的身份。今仔咱的圣经真重要咧表达一项，就是讲，咱要去了解上帝，上帝是虾米款的，有虾米款的特质，有看到虾米伊的特色。伊讲伊是信实的，伊讲话算话，伊讲要互你，伊就互你；你有欠缺，伊就是互你。伊无当生，伊无孤老。啊，这是咱人甲人中间要有真侪信任。有当时啊，失信的时阵，咱会对这个人会感觉讲啊，这个人袂信任你。人真紧就会瓦解迄个信任的关系，真紧的毁约吼。毋过上帝安那，伊讲无，我所讲的，我每一项甲你讲的，我拢会照成实现。过来伊甲你讲，我是稳定的上帝，我是稳定的上帝，我是疼你的上帝。伊伫旷野中间发生所有的这代志，我相信咱真侪人拢知影。伊每一届欠缺，每一届都保护因。无论是外口这压力，这军兵，这迄个，伊拢是伫迄个所在，伫遐咧甲伊交战的时阵，拢是上帝成做因的瓦靠。
毋过当因无听上帝的话时，上帝嘛是甲因讲尻川，共款。这甲咱的父母嘛共款，你毋对的时，你做毋对的时，你无听话的时，嘛是会去用念，嘛是会去用骂，嘛是去用惩罚。这拢是一个父母的疼，伊要甲你惩罚，伊有公义，毋过啊，伊内底伊嘛有慈爱咧疼惜你，伊知影什么是对你好的。我虽然甲你修理，毋过我的目的就是要互你行正的路，爱你规伫正的路，爱你搁倒来伫即个约的内底，成做一个福气，成做一个囝儿的福气。所以守约这项代志是非常的重要。上帝对咱伊对咱守的约，伊是安怎做甲到？伊为着这个百姓，为着囝儿，为着伊的，这拢是伊的囝儿，伊拢会疼惜伊。所以咱拢是伊的囝儿，伊拢要疼咱。我相信咱每一个人，足侪人拢有家己的性命的见证。迄个性命的见证，就是当你伫艰苦艰难的中间，上帝咧补你的欠缺，上帝伫遐陪伴你行遐人生的路。所以，即个上帝是一个守约上帝，伊嘛是一个德性的上帝。无论你行到倒位，你毋是咧靠你家己，你靠你家己就是有限。你靠上帝，上帝是一个德性的上帝，伊要成做你的倚靠，伊要成做你的帮站。伊讲。我会对你的疼是永远无改变的，无论你行到倒位，你去到倒位，我就是要互你。伊讲伊要带恁进入这个迦南地，虽然这个过程中间摩西嘛有无乖的时阵，所以到尾伫旷野流浪遐尼久，所以就是无乖所以人伊若较乖咧，可能真紧就到迦南地啊。人就是足奇怪，就是一直爱安尼伫遐无听话，才伫遐若受苦。所以，咱较乖咧，较听上帝的话，福气就较侪。这是上帝，咱爱去熟悉这个上帝，伊是遮尔安尼，伊的特质就是安尼。所以咱来真清楚，你所拜、你所敬拜这个上帝，是遮尔伟大的上帝，是遮尔有权能的上帝，是遮尔疼惜你的上帝。咱就是伫伊的，就是伊的。疼的世界内底活，无行伫即个外口的世界，行伫上帝的世界来活。我相信你的生命会较无共款。所以伊对即个囝，伊对囝嘛有一寡讲恁爱安怎尊谈。伊讲第一，恁袂当拜其他的偶像，偶像恁袂当敬拜，干那我以外，我是独一的真神，或者第一你安尼来守的，就是。你爱敬拜，这是独一的真神。过来，我所有的律法、所有的律令、所有的典章制度，这个你拢爱遵守。你若遵守，凡事你就行通；你若无遵守，检测你就是受惩罚。所以你爱真爱相信讲，我要做上帝的囝，我要做上帝的囝。所以伊要是邀请咱做伊的囝儿。这是足大的福气呢。我感觉我即摆上大的身份，上爱讲的身份，就是我是一个上帝的囝，我是上帝的百姓，我是上帝所疼的宝贝查某囝。这个身份即摆是，也是讲我是一个基督徒这个身份是目前我感觉上宝贝一个身份，嘛是上尊贵的一个身份。我毋知影。真侪人拢会感觉伊无够野。如果你内底即个倚靠的上帝是一个遮尔有权能的上帝，你敢会无够野？你敢会气力敢会无够？因为你所信即个，你若甲即个上帝真做是一个真全能、真大，对你来讲，你的靠山就是安怎？真大的靠山嘛，你有一个真大的靠山，你搁惊啥？足侪人会惊，所以即个爸仔囝的关系，咱来较人哦好势。咱甲上帝的关系是迄个爸仔囝的关系，真稳定的关系。所以咱来知影讲，咱若守约就有福气，咱若毁约，咱就会受咒诅。伫即个所在，我嘛要爱咱每一个人，咱来想咱家己。你感觉上帝伊所讲的这个话，伊所行的这个律例，伊所讲的这个诫命，
你敢有遵守？你有守即个约无？咱来想下咱家己。你上帝啊，我甲你的关系，敢是爸仔囝的关系？敢有像爸仔囝的关系遐尼亲？有人讲，阮老爸都无啥亲啊，我甲上帝亲。有人甲老爸是袂亲的，因为老爸足严的，伊看到是一个真严肃的老爸，真歹的老爸，脾气真歹的老爸，所以要疼上帝嘛，敢若真困难。伫人的中间看到老爸检菜，伊互伊看到是一个真温柔、真疼，伊来疼即个上帝。所以，我要讲哦，咱在世，咱的爸母检菜无完全，其实伊嘛是真辛苦。因的无完全嘛是因为顶一代伊嘛有无完全，所以每一代无完全造成即个欠缺。我要讲哦，当你颠倒饼，你来承认捌即个稳定的上帝、慈爱的上帝、有公义的上帝、有信实的上帝。当你来遵守，你当来看即个无欠缺的上帝，你掠即个无欠缺的上帝做老爸，你的一生会改变，因为你无行伫歪错的路，你真清楚你的身份。所以我甲你讲，咱有另外一个老爸，即个老爸是永远甲你伫地老爸。咱地面前的老爸无完全，毋过安怎伫天顶即个老爸，永远甲你伫地即个老爸，伊永远拢无甲你离开，永远甲你伫地。虽然伊看袂到，毋过伊存在伫你的生命中间。所以你爱去邀请即个天顶的即个上帝，伊咧甲你讲，即个上帝，你爱邀请伊来到你的生命中间。你爱每一个时刻、每一个时阵来甲伊邀请。当你真奇怪哦，人是安尼，基督徒嘛，足侪我捌听过真侪人安尼讲，奇怪，伊都信上帝，安尼信甲安尼，足奇怪，伊的生命哪安尼？我听足侪人安尼讲吼，是安怎？毋是信上帝了后，就啥物拢总行为拢总变好，毋是。是你有时时刻刻踮伫上帝话语的内面，伊的稳定内面，还是伊的听内面，你有时时刻刻甲伊的话当作话来遵守。你若无，真紧你就开始有你家己的想法，你家己的意志，你家己的概念，你就甲人去冤家，真紧你的脾气就来，你的老我就来了。所以人甲人会发生代志。其实拢是因为离开上帝的话，无遵守上帝的话，所以人甲人中间真侪冲突，真重要。上帝咧甲你讲，你是我的囝，你是我的囝，我的话你爱听，我要甲你有亲密的关系。这个身份是偌尼尊贵，伊是用伊的囝耶稣，咱拢知影，即个疼是用耶稣的宝血来甲咱洗清的。咱的罪若无去互洗清，咱无成做一个新的人。所以咱来不断，是咱咧守圣餐，咱不断来想上帝疼，上帝对咱的稳定遮尔大，咱不时来想。咱就行伫上帝话语内底，你的脾气，你知影讲，即个脾气，上帝你嘛爱来甲咱固守。你讲的话语，上帝你嘛甲咱固守，互咱讲的话无去诚做别人的窒碍，会当讲造就的话。人若是活伫上帝话语中间，你所讲的话，检采拢是会当诚做别人的造就。诚做别人的帮赞，所以这个身份真重要。这个身份真重要。咱知影人若无守约，真侪关系就无去。
即个亲密的关系，你若甲上帝的关系无去的时阵，你会发现，你会感觉你真孤单。你甲恁爸爸的关系无好的时阵，你会感觉你嘛真孤单。你甲朋友弟兄无好的时阵，即个关系你嘛会感觉真孤单。所以人袂当离开上帝，人来离开上帝，找袂到永远的平安。好，当你若无守约的时阵，你无爱插上帝，上帝敢爱对你负责？因为是你无爱插伊，是上帝要甲你插，你无爱互伊插；上帝要甲你教，你无爱互伊教。亲像浪子回头的故事，伊老爸真疼，毋过伊就是干咧要离开啊。到尾安怎？上帝嘛有缘疼伊，老爸嘛是有缘疼，嘛是甲伊接纳啊。虽然伊伫外口弄休，做无好诶代志，违背老爸的旨意，问题是安怎？伊嘛是到尾啊，上帝嘛佫甲伊箍倒转来。所以当你离开的时阵，伫遐受苦的时阵，是因为你家己要为着你家己咧做代志。所以家己为家己，咱当然爱为家己来拍拼。毋管安怎，咱的努力是咱尽伫上帝本分伫咧所在咧努力。咱来尽咱家己的责任去努力去拍拼，咱的责任咱来去尽，咱来去尽责。上帝互咱每一个人拢有尽责尽忠伫你的你的职分内底，你的角色内底，你都爱去尽。其他的上帝咧带，咱来尽咱家己的本分。所以你若有守约，上帝甲你负责；你若无守约的时阵，上帝嘛不一定爱你保护嘛，不一定爱你看顾。因为你是你无爱互伊看顾，毋是伊无爱甲你看顾，是你无爱插伊。所以当你若无爱插，就无法度啊。你若即个积分讲我是上帝的囝，你都无承认伊是你的老爸，安尼你就无法度受到祝福。所以所有你看即个以色列人，因就是安怎有守的时阵，上帝就互因嘛；无守的时阵，若是看大概伊若无听话的时阵，大概若甲人战争，拢一定输的，因为伊拢靠家己的时阵，拢一定输的。毋过伊若靠上帝的时阵，大概就赢，因为上帝是甲因交代伫你的手。所以，即个对待真重要的是你甲上帝的关系。你甲上帝的关系好，你你所有的真侪代志，你拢会当去抵挡，会当去抵挡。所以，望咱每一个人，就是爱守即个约，守即个约。上帝伊的疼是安尼。虽然有当时你就是无够乖，有当时啊毁约。以色列人大概都毁约，毁约了，就搁转来甲上帝讲，每一届拢是玩这个游戏啦，咱有感觉咱家己的性命嘛是游玩差不多。有当时咱嘛是安尼，伫外口踅才搁转来，所以只要真重要，甲咱讲你爱认罪悔改，搁转来上帝的面头前。当你搁来上帝的面头前，你愿意搁听上帝的话时，上帝讲。我的囝，让你回来啊！你终于回来了，浪子又回头了。他还是犹原安尼，甲你抱一抱，笑笑的，甲你疼，甲你亲，甲你揽，甲所有的拢总要互你。犹原共款，你继续守这个约。这是毁约了，上帝还佫有一条路互你行，你认罪悔改。所以咱不断就是爱。咱应该讲每一天，咱拢是认罪悔改伫上帝面前，逐天拢倒来上帝面前。每一天有人安尼讲讲每一天要困的时候，我拢反省我今日所行的路、所做的代志、所讲的话，是毋是有合伫你的旨意？伊会安尼想，上帝，我有合伫你的旨意，我若合伫你旨意，我今日就是安心啊困吼。若无，上帝啊，你怜悯我，你帮助我，互我安怎，搁行倒来你的道路内底。每一届的祈祷，拢是安尼咧反省家己的生命，是毋是有行伫上帝话内底、话语内底？咱若要成做一个守约的即个囝儿，咱就要活出咱是做囝儿的价值。咱即个囝做基督徒，你的生命人讲你的生命安尼拢无啥成基督徒，安就是咱无活出上帝伫咱的身份。咱即个身份才是宝贵，咱即个身份是上帝的囝。你若带出去讲，你是基督徒。结果你所行的，无去互绊倒，安尼你的生命，咱就爱真细致。有当时咱拢爱不时来反省，咱的生命是毋是去互绊倒？
有真侪时阵吼，咱来行出老我拢会讲我袂晓啦，我袂使啦，我袂当啦。真侪时阵，咱拢会感觉咱无够格。毋过我即摆要甲咱讲，今仔日真重要，就是要甲恁讲，你的身份，你的倚靠是上帝，毋是你。你会做毋对，你会无够格，你嘛有有限，你逐项拢有限。毋管安怎，你所倚靠即个上帝，逐项拢是无限的，伊拢是永远无改变的。所以，咱每一个人伫上帝面头前，咱无可能逐项拢会晓，咱可能会晓即项，会晓迄项。毋过，咱着甲从即项甲迄项，迄是上帝互你的恩赐，你甲迄项发挥出来，甲你的责任发挥出来，甲你会晓的发挥出来。我相信这是上帝上大的一个要互咱去使用。上帝互咱恩赐无共，咱着伫即个恩赐内底去用出来。咱所有恩赐拢是要荣耀家己，所有恩赐就是要荣耀即个上帝。上帝是要爱咱去荣耀伊的荣光，要见证伊的名，所以毋通活甲，互人感觉奇怪。你的上帝要走对去？你的生命中间，你永远爱知影讲，你一个上大倚靠，我这心肝心里有一个王，一个王，这个王是安那会当互你靠的王，毋好甲上帝活甲吼。行出来心感觉，逐工拢无力，逐工拢心情足歹，哇！安尼咱的生命就无迄个见证。所以当然咱有欠缺，咱有身体病痛，有咱的艰苦，这是拢是真正常的。所以咱嘛会去体贴遐身体欠安的人，迄真正肉体就是伊的有毁坏的时阵，这咱就是爱接纳、去了解、去体贴。当然，你无法度爱安尼人，逐项拢安尼身体真安尼真健强，无可能。所以咱嘛是爱知影讲，咱的有限去接纳人的有限。伫即个中间，毋茫讲，咱是安尼来行。最后，我要用即个图片，要来甲咱分享。这是我感觉即个图我足爱你看头前有一个人，安那拿着手杖，对不对？带后壁迄个。头前迄个，我讲迄个是老爸，后壁迄个是囝。当你若对即个老爸行，我相信伊袂甲你害。伊所行的所在，伊拢会诚做你的保护，诚做你的看顾。毋茫咱每一个人，咱的即份中间，上帝就是你老爸，你行啥？即个身份，即个地位，比所有世界这个权势的地位，佫较重要。佫较宝贵。伊讲：“我要带你行永远的道路，你的一生若对我行，我会甲你祝福。”当然，迄个祝福检测，毋是咱感觉讲，就是社会偌有地位迄种祝福，无一定。有当时是迄个疼，我感觉人善甲好业其实毋是足重要的。有当时我感觉人有活伫疼内底，迄个祝福佫较稳定，迄个祝福佫较稳定。我毋望上帝。伊真正是透过今仔日话语，互恁了解，你的身份是真尊贵，你是囝儿的身份，你的老爸就是上帝，诚做你的倚靠，诚做你永远资源的来源。所以每一摆你无够的时，你就甲伊讨；你每一个需要的时，你就甲伊讲：老爸啊，我需要你，我欠缺，我需要你，求你安怎坚强我。求你帮助我，求你互我有信心，求你壮大我。我无所行的道路，你就是壮大我，互我勇敢向前来跑走。我着哪行哪有困难。上帝，你安尼教我伫地，你就是不断安尼宣告，你的生命会甲人无共款。毋茫咱活伫安尼的生命中间，咱同齐来祈祷。听永远无改变的上帝啊！多谢你透过摩西伫摩押的约，对以色列人的提醒，阮要遵趁上帝律法，顺趁伊的诫命来行。最惊你的爱听爸母的话，这是你甲阮所立的约。阮愿意来接受这个约，求你帮助阮。若有违背你的旨意，无听你的话，求你帮助阮，无进入试探，救阮脱离迄个歹的，永远甲你相同行。
安尼祈祷是奉靠主耶稣的圣名来求，阿门。谢谢。感谢小团队对咱的提醒，就是咱有一个上尊贵的身份，爱时时见证荣耀咱的上帝。过来就是爱咱入伫伊的约，遵守伊的约，因为伫迄个内面，咱要受到保护甲祝福。下面咱三个来吟圣诗第2首，圣哉圣哉圣哉，全能大主宰。咱着唱歌齐声学乐上帝尊名。当然，这是咱三个来起立，咱来吟全首。这咱只是写字，下面咱来三甲回应上帝对咱的恩典，守护互咱到夜搁有春，但只是咱三甲来奉献。
遐坐，请坐。下面是介绍甲报告，由我本身来担任。毋知有新的朋友爱阮甲你介绍。团队我来介绍吼，这是我的来，这两位看，这是我的表妹表姐甲表妹啦吼。一个堂妹，一个表姐吼，应该是安遮对吼，真欢喜吼，可能咱可能嘛有熟悉吼，王修强牧师吼，伊王时信吼，就是伊的弟弟，这是王时信的查某囝，所以嘛是牧师的查某囝啦吼。对啊对啊，这是我的阿叔的查某囝吼，所以今仔日因同齐来吼，伊甲我讲，我拢足久拢毋捌去你的教会，我嘛望会当来吼，今仔会当有时间来，足欢喜，伊来听来做礼拜吼，真欢喜，谢谢。咱对心底来欢迎吼，三甲敬拜上帝。但这是介绍煞吼，这是咱三甲来报告。咱来掀开周报第3页，小会功课咱家己看吼。简单几点我来报告。第一点就是今仔日的下晡1点，伫6楼大教室要召开中执会，请中执甲各团契会长来准时出席。第二，中东传道部伫9月12，就是拜四顶晡9点到12点，伫本会要举行第3次传道书在职训练会。牧师甲传道书会参加。第三就是咱中秋节已经到，9月13日拜5办公室放假休困一天吼。咱会记哩吼。过来就是第7点，咱跳到第7点吼。9月20拜5暗，咱有蔡茂堂牧师的神学讲座。共迄天，咱的亲密团契嘛有一个讲座。有请林义轩传道吼，传道师。共款要分享囡仔要安怎家己教育所以有迄天有共款的时间，有2场的讲座吼欢迎大家若看你意爱倒一场吼来踊跃参加。过来就是真要紧的，咱教会全教会伫9月29，咱的永福关怀主日迄天咱礼拜煞，咱有分咱的7组。伫无共款的地点，就是咱即栋大楼无共款的地点，咱有要各关怀分组的聚会了，咱伫遮有简单的中餐，就是一人一份的咱讲做独享餐吼。望迄天会当侪人吼，甲邀请你的朋友来参加。迄个时间嘛是咱三甲连结的集体连结的上要紧的一个机会。花舞堂、台语堂，咱久拢毋捌相见吼，伫迄天咱会组织做伙，甲咱提醒，甲咱呼吁吼，踊跃参加。10月份，咱10月初6要有举办结婚60周年的感恩礼拜，这是真难得，会当结婚3摊3行60年久吼，无简单吼。望若有下资格，咱兄弟姊妹踊跃来报名。过来就是。咱10月12，7点暗时7点半到9点半，咱有真难得邀请到王英义牧师要来传递吼。到迄个假日的10月13日，礼拜日的下晡1点到3点吼，要有一个灵性的照顾研讨会吼，这是真难得。望咱兄弟姊妹吼会当踊跃来参加。过来团契消息，咱。上联团契伫9月11拜3下晡4点要召开同工会吼，他同工来踊跃出席。我简单报告到遮。下面咱三甲来吟圣诗506首，拜上帝的囝儿，拜上帝的囝儿，时常着欢喜，因为上帝照顾咱，伊疼咱囝儿。咱只是三甲来起立，咱来吟全首。
过咱请小团队。咱即个时阵来领受上帝的福气，甲阮入约佮信心的上帝，求你，互所有兄弟姊妹一生会当食做你的囝儿的身份做公营，无搁看轻家己，因为你是创造万物的神。阮一世人要永远踮伫你疼的内面，也是阮永远的保护者，对担一直到永永远远无煞。阿门。阿门。也再请坐密道闭会。英语真好。